由澳門秋星同樂社主辦嘅丙午年省港澳秋星摔獵金牌友誼大賽，將於9月5日下午3點至5點喺新橋花園舉行。該社成立逾8年，致力推廣及保存傳統鬥摔文化。上一代人呢，就已經係命名咗嗰個係秋星同樂社，即係代表即卒叫咁解。嗰陣時嗰啲古人啊、前輩啊，個啲立秋之前呢，就作好啲卒咁嚟比賽㗎啦。我哋秋星同樂社咧就喺澳門咧已經有過百年歷史嘅。回歸之前咧，我得到阿長哥咧就將呢個咁有歷史價值嘅秋星同樂社就交咗俾我。於是乎咧，我喺回歸之前咧就註冊咗。我哋本土嗰啲成員咧，我哋起碼有幾廿個㗎。據介紹，過去每年舉辦摔獵金牌大賽，邀請港、粵、貴等地蟋蟀愛好者來澳參與。每年呢，都係9月到10月咧就打金牌，咁咧嗰啲香港啊、九龍、新界都過嚟，大陸又係落嚟，好盛極一時嘅。通常都係帶3、4隻嘅，上一屆起碼都成過百人㗎啦，每一屆都係過百人㗎，最少90幾年嗰陣時咧就幾層樓㗎，喺第三園嗰度打。起碼都超過200人，由12點至6點，由中午12點開始咁樣，啲人報名咁啊，要報咗名啦，就3點先開金牌大賽。而家越嚟越少人玩，因為呢啲打摔個活動咧喺澳門有成100幾年歷史嘅。如果我哋再唔去保育佢，或者我哋唔去推廣佢咧，就呢個喺澳門已經係消失咗。所以我哋就要去搞多啲活動，俾啲市民知道呢啲係流傳咗喺澳門100幾年嘅打摔種活動嚟嘅。澳門秋星同樂社亦表示，期望藉今屆大賽活化鬥摔活動，吸引年輕一代參與，延續傳統文化。